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仔日要进入教会的另外一个系列。教会是和解的使者。咱若有看长老教会一个信仰个别的时阵吼，咱会看出信仰个别内底有一段安尼讲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最和解的使者。所以，咱来理解就是讲，教会伫上帝的命令下面，爱做和解的使者。所以，教会有一个真重要的工作，就是成做和解的使者。咱会分做两个部分来分享。第一个部分就是咱今仔日会分享人甲上帝中间的和解，教会爱叫做人甲上帝中间和解的使者。然后咱了有2个礼拜的时间，咱会讲起，如果你的四周围若有拄着人甲人冲突，咱名叫做和解的使者。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你的话的开力来帮助阮更新、调整、改变阮的生命。阮恳求主，你透过今早起阮所读的圣经，就是你的话，来调整阮的思想，也互阮明白阮的责任。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毋知影大家有甲别人冤家冲突的经验，或者是讲咱有去得罪别人，造成误解的一挂经验。虽然咱知影甲别人发生冲突，毋是一件真好的代志，但是咱知影咱人有时有血气，总是有控制袂了情绪的时阵，有时也会甲人产生冲突、冤家。通常咱甲别人冤家，拢有一寡情绪，特别是甲咱较亲密、捌较亲的朋友、亲人，那产生冲突，通常会有以下的情形发生。第一项就是冲突，迄个冲突点的发生，通常是误解，也是向背叛，感觉利益上会有冲突的时阵，就发生这个冲突点。冲突点发生，就是可能会有口角会安尼激发冤家、生气等等这个。经过一段时间了后，可能会进入第2个部分，就是冷战。冷战就是讲无爱甲你玩无爱甲你接触，无要甲你讲话，反正我就是无要甲你交叉。其实冷战那持续上久的时阵对家己嘛是一个伤害，因为你有代志无解决嘛，你甲别人冲突无解决，所以嘛是会真艰苦。然后就造成迄个关系破裂。其实冲突一开始，关系就开始变化。若去加上冷战，无好处理，就是关系破裂的开始。一旦关系破裂，无讲话，无交叉，咱想讲安尼就好啊，其实毋是。这时阵咱就进入第4个阶段。就是痛苦的开始，因为咱人受到怨恨、受到罪恶的捆绑，甲别人袂和谐，迄个时阵就变成最苦痛的开始。咱伫圣经中间，创世纪一开始，就咧记载一件人甲上帝适合的故事。
这段故事咱讲，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佮创造人，将人安置伫迄个乐园内底，互人会当享受这乐园所供应伊的一切。乐园内底所有的物件，人拢会当使用，拢会当食，所有这树仔、果子拢会当食。但是上帝有一个规则，这规则就是。迄个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袂当食，但是咱拢知，人违背上帝的话，上帝爱伊遵守的规定，袂当食即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但是人偏偏违背这项规定，破坏上帝的命令，就破坏上帝甲咱人的关系，亲像。一个囡仔，爸母真疼伊，会当互伊使用爸母所有的这供应的物件，但是有一项爸母坚持的原则，袂当做，偏偏这囡仔袂听爸母的话，就破坏了中间的关系，就是发生冲突。咱一旦违背上帝的命令，就安怎？就开始。毋敢见上帝，你看见圣经中间人犯罪了，亚当就去秘伫迄个树林内底，毋敢见上帝，就甲上帝冷战。即款的刀片，毋肯认错的方式，直到人甲上帝的关系就破裂。所以因为安尼，人就生活伫痛苦内底。人受到罪恶的捆绑，人生变成最痛苦。所以爱甸园的故事其实是咧说明人生命的问题。用这个譬如咧讲咱人生命的问题，咱的人生为什么会失去意义？为什么会变做无愿望？这拢是因为人甲上帝无保持一个好的关系。人违背上帝的命令，直到人痛苦，找无生命的意义，变成做无愿望的人。有一个伫德国的学者，伊做一个问题去问，伊选择12间学校，600几个学生提出一个问题来做调查。这个问题，咱应该拢听过。就是讲，如果你若伫世间阁剩24点钟会当活，你打算要安怎过？阁剩24点钟会当活，你打算要安怎过？其实咱拢爱常常想这个问题啦。那咱会当活到今仔日，你打算要做啥物？结果，这调查讲有1/5的学生。600个中间有1/5的学生讲，如果伊剩24点钟会当活，伊打算要去娱乐去啉酒，甚至有讲要吸毒，要去追求异性。其他大部分的4/5的学生讲，伊嘛毋知要安怎，可能去甲较好的朋友、亲人道别，然后就伫遐听候迄个时间到。所以，咱会当看起讲，若一个无愿望的人，所过的生活就是安尼。咱若人生无愿望，咱就是听候安怎？听候咱肉体的生命结束，安尼一切就拢无啊。这就是人上大的问题。咱敢有想过，当咱的人生行到最后的时阵，要安怎？你伫人生到终点的时阵，你要怎去面对？未来敢还阁有愿望？这就是大多数的人的问题啊！如果对咱的生命无一个正确的认识，咱就完全毋知咱生命的意义，毋知要安怎过去，毋知影爱过一种有愿望的人生。咱的信仰就咱讲，如果咱若无甲上帝有保持一个正确的关系，
你就无法度去了解真实生命的意义。你无明白正确生命的意义，咱的生命就是一场空，就是一种痛苦。所以今仔日牧师要甲大家来想这个问题：咱因为甲上帝中间的关系破裂，直到咱必须要去面对一个无愿望的人生。那安尼要安怎？敢有解决的方法？当然有啊！圣经予咱真清楚的答案，就是爱甲上帝和解。若要和解，就需要有和解的使者。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咱讲教会有一个真重要的任务，就是去做和解的使者。所以牧师要用下面4个方向，甲大家做伙来思考。要做一个和解的使者，咱爱有啥物款的人办？第一项，咱来知影和解。人会咱甲上帝和解，一切拢是上帝主动成就。咱若甲其他人冤家，会互咱生活伫真痛苦的中间。人甲上帝关系破坏，咱嘛生活伫痛苦的中间，因为咱对未来无愿望。人要安怎脱离这种痛苦的日子，就需要和解嘛，就是爱甲上帝重新过好。咱如果得罪一个人，会通甲伊和解，咱的心中一定会充满轻松快乐咱拢有这个经验嘛。咱若甲人冤家，若咱甲伊和解了迄心肝亲像一粒石头安尼放落去，得到真大的透放。和解意思真简单，就是重新去建立、恢复关系。重新去建立、恢复关系。一般来讲，要甲别人和解，一定爱做毋对的人认罪嘛，然后另外一个人愿意赦免，安尼就圆满。但是，一般咱人甲别人发生冲突、甲冤家，通常大家拢认为家己无毋对嘛，拢是对方的毋对。有一寡人明明知影家己可能无啥对。但是面子藏袂落来，无愿意去人道歉，若安尼经落去，永远无法度解决。若要解决，一定要有一方面主动和解，若无就袂煞。咱甲亲人常常嘛会发生冲突嘛。我甲牧师娘我互恁摇看卖啦那我甲牧师娘若有意见无共款的时阵拢是啥物人主动道歉？因有几个原因啦你拢摇对啦有几个原因啦。第一，因为通常毋对拢是我啦第二就是方面牧师甲我讲咱做牧师的牧师的就是师啦较早认识较好啦第三点就是我若无和解但伫迄个冷战中间，我会足艰苦，我无法度忍受即种艰苦，所以较紧来和解心中较袂遐尼艰苦。所以主动和解的人较赢啦。咱看见着，咱的上帝就是安尼。一般来讲得罪人的应该是啥物啊？应该是错误的一方去找对的人和好嘛，认错嘛，和好。但是上帝无做毋对代志，伊却主动甲咱和好。咱看见着咱所读的经文安尼讲，伊讲这一切拢是上帝的作为，表示讲这毋是人的作为人是错误的一边，找对的一边来和解。但是上帝无做毋对，伊却主动甲咱和好。这表示上帝是一个
疼咱慈悲怜悯的上帝，伊愿意屈给家己，伸出好好的手，甲咱做人和好。这就是上帝。所以咱来理解一点，这点牧师一定爱大家讲。咱通常讲我今仔日会当接受这个信仰，是我家己选择的。我今仔日会当得救，这是我选这个上帝。其实，咱的信仰来讲，唔是是上帝主动的。检查你有悔改的心，来认罪，来到上帝面前接受上帝的赦免，这嘛是上帝透过圣神，互你有悔改的心嘛。所以一切拢是上帝安排，因为上帝要拯救你，所以伊互你有这款的意识。所以一切拢是上帝成就的，毋是咱的作为。咱伫得救这件代志咱人是无能为力完全拢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来理解和解的使者其实咱是做一个媒介尔，是上帝主动要甲人和解。上帝用一种方法，是种用人真困难理解的方法，伊安怎？伊借着耶稣基督。所以圣经来讲这一切拢是上帝作为，伊借着基督，互咱会当甲上帝和好。所以上帝甲人和好的方式，就是伊请一个调解者，就是耶稣。上帝囝来做咱的调解者，这调解者用的方式，就是伊替正人来牺牲来死。这就是耶稣基督透过安尼来甲人和好。因为伫旧约时代，人若犯罪，要安怎？伊就爱去献祭，伊就爱找一只无下事的羊仔，将这只羊仔带到祭坛头前，因为手摸这个羊仔的头壳，甲先将家己的这个罪灌入去这只羊仔身上，然后将这只羊仔杀死，互这只羊仔为着咱的罪来死。这只羊仔原本就无罪呢，但是伊替咱的罪来死，所以叫做代罪羔羊。耶稣就是替咱人的罪，伊无罪，替咱人的罪来死，互咱的罪当得到赦免。亲爱兄弟姊妹，咱等下要共修圣餐，咱所有领受救恩的人，今日会当伫上帝面前甲伊同坐倒，这拢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功劳，这是咱领受的恩典。上帝将伊的囝献予人，为着咱的罪来承受死的刑罚，互咱会当甲伊和好。无罪耶稣基督替咱死伫十字架顶，上帝用这件事来甲人和好，成就甲上帝和好的工作。这就是今仔圣经要来讲的，因为耶稣替咱死，互咱甲上帝无搁再是对敌，反倒当是和好的。然后因为安尼，所以教会就承担一个使命。咱继续来看这段经文，伊安尼讲：这一切拢是上帝作为，伊借着基督，互咱会当甲上帝和好，搁互咱传和好福音的职分。所以咱伫遮咱知，上帝已经成就这件代志，然后伊将这件代志交托互咱，交托互教会，就是传和好福音的职分。交互咱，因为咱四周围还有真侪人毋知影上帝要甲咱和好的好消息，所以今仔教会被设立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去传这个和好的好消息。今仔咱伫教会内底，
咱会当享受兄弟姊妹中间的疼，咱有团契的生活，咱会当伫遮，拄着困难的时阵互相扶持，拄着伤心的代志彼此安慰。但是这是教会一部分的功能尔，更较要紧的就是上帝交代咱这个任务啊，爱咱去传这个互人和解的好消息。上帝要甲人和解的好消息。所以牧师阁要一遍甲大家说明这个咱这件生命树的这个计划，这个时间。咱看见着最近这几天有搁较济的这个顶面的这个卡片被吊伫这个树顶。其实咱看到遮尔济卡片吊伫这个树顶，毋知大家有啥物款的感觉？其实一个卡片顶面内底有一个名，这个名代表一个灵魂。这人也未明白耶稣基督。如果伊是咱的亲人，咱知影，伊若无赶紧甲上帝和好，伊就是活忝伫迄个罪恶捆绑的痛苦中间。伊是代表较无得救的灵魂。所以咱要爱常常替咱所写去的名的人来祈祷，替伊祈祷，互伊会当透过咱来甲上帝明白，知影上帝要将这个好好的福分赏赐互伊。这就是咱的任务啦，咱的工作。所以特别咱教会阁有一寡延续性的事工，咱伫12月初7有一个福音大会，咱邀请张文亮老师来甲咱分享福音的信息。咱可能做一点仔代志，咱邀请这个人来，可能会改变伊一世人的生命。这是咱会当带互别人上介大的祝福。牧师已经对新人医毕业了，已经20几冬。我常常上海感谢上帝，就是上帝竟然让使用我，使用一个真卑微无才调的人，会通帮助人明白上帝，互伊得到这个介大的福分、介大的礼物。这是一生的荣耀啊！那你伫一生中间，会当将福音传予一个人，这是你一生上介大的光荣，因为你拯救一个活命。所以，牧师以后咱做伙来参与这个事工，来承担上帝交代咱的使命。今仔也有真侪人，毋知影上帝要甲人和解的这个好消息，咱得爱去用心去传。因为咱一旦传，就会带来一个真重要的效果，就是咱让帮助人创造一个新的活命。圣经中间安尼讲，无论什么人，一旦有基督的生命，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新的已经来临。旧的就是啥货？旧的就是毋知影上帝要甲伊和好的消息的人。所以，伊无可能家己主动去甲上帝和好。新的是啥物货？新的是咱将这个消息来讲，伊来到上帝面前，知影这个好消息了，伫上帝恩典的帮助，伊重新甲上帝建立一个新的关系。这新的关系带来一种能力，就是伊会比新的创造，成做一个新的人。圣经内底有一个人，伊是犹太人真有名望的人，伊叫做尼哥底母。伊嘛是一个真富裕的人，伊半暝来找耶稣，期待对耶稣得到真理，因为伊了解耶稣所讲的是来自上帝。耶稣一开始就对伊讲：“
伊讲，我实在来讲，人若无顶头生，就袂当看见上帝的国。看见上帝的国，意思是讲，当伊甲上帝的边啊，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啊，伫遮顶头生的意思就是，保罗所讲新创造的人。所以接续耶稣过来讲，讲伫遮顶头生是指灵性的顶头生，灵性的顶头生。哦，咱的肉体有可能会消退，会慢慢失去，但是灵性的生命会当立伫换新。历史上有太侪例，吼，咱伫圣经中间嘛看到真侪例，耶稣的门徒，也是讲撒该，得顶遮的人，甚至保罗，因诚心接受耶稣做伊人生的救主了，因的生命就完全180度的改变。咱伫历史上嘛看到真侪遮的人，本来是犯罪的大罪人。明白耶稣了，一个新的生命被创造。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特别是咱在座的兄弟姊妹，如果你还未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我需要考劝你，赶紧来明白这个要救你的耶稣。如果你已经明白耶稣做你的救主，咱就承担这个使命，去传上帝要甲人和解的信息，做一个真好和解的使者。愿上帝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激励阮，互阮会当重新甲你国好产生新的关系，得到一个新创造的生命。求主也帮助阮，互阮有机会去骗传你要甲人和解的好消息，诚做你所使用和解的使者。我们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